现代台语版圣经希伯来书第7章。这位未记洗濯是撒冷王，嘛是至高上帝的祭司。亚伯拉罕杀死遐个王转来的时，未记洗濯有甲伊迎接，搁甲伊祝福。亚伯拉罕有将伊所得到的1/10予伊。第一，未记洗濯这个名的意思是正义的王，伊阁是撒冷王，就是和平王。伊无爸无母，无世系，无出世的日子，嘛无生命的结束。伊甲上帝囝同款，伊继续做祭司直到永远。恁看这个人偌伟大！先祖亚伯拉罕得到将战利品的1/10予伊。有担当祭司职的利未的子孙，虽然甲其他以色列人民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偏偏是兄弟，还佫奉命令照律法对人民收10%。未记洗濯毋是属利未的世系，毋过伊有对亚伯拉罕接受10%，搁甲得到上帝应允的亚伯拉罕祝福。世岁受4大祝福是理所当然。一方面，这个受10%的拢是未死的人；另外一方面，迄位受10%的，圣经有证实伊还得活。安尼嘛通讲，对人受10%的利未已经通过亚伯拉罕对未记洗濯纳10%。因为未记洗濯迎接亚伯拉罕的时，利未还伫伊的先祖亚伯拉罕的身躯内。以色列人的律法是根据利未的祭司制度颁发的。这个制度若为当互人完全，哪有需要毋是照阿伦的班次，是照未记洗濯班次设立的另外一个祭司。既然祭司制度改变，律法嘛着改变。因为这个事所指，迄位是属别个支族，这个支族毋捌有人伫这段前侍奉。咱的主明明是犹大支族的子孙，关系这个支族，摩西毋捌讲起祭司的事。呾我咧讲的代志搁较清楚，因为有另外一位亲像未记洗濯的祭司已经出现。伊做祭司毋是根据人的条例规则，是根据袂毁灭的活命的权能。因为圣经有安尼作证，照未记洗濯的班次，你永远做祭司。一方面，旧的条例因为无力无路用，煞受废无。因为摩西的律法，什么代志都无法度成全。另外一方面，有一个较好的愿望已经准备好势，互咱通过这个愿望亲近上帝。搁这个愿望有经过宣誓，利未系统的祭司无经过宣誓。只有这位耶稣做祭司的时有经过宣誓。伊的上帝对伊讲：主宣誓袂改变心意，你永远做祭司。就是因为安尼，耶稣诚做搁较好的约的保证。利未系统的祭司有真多，因为死的阻碍，因袂当继续做。只有耶稣毋免将祭司职交予别人，因为伊永远活地。安尼，通过伊来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伊袂当救因到底，因为伊永远活地，在替因祈祷。这款大祭司拄咱的需要，伊圣洁，无邪恶，无拉残，
对罪人中受分别出来，高升到比天较悬。伊无需要亲像其他的大祭司，逐日着先为着家己，后来为着人民的罪献祭，以献本身做祭物，一遍就完成。摩西的律法任命无完全的人做大祭司，毋过有律法以后，上帝用宣誓任命伊的囝永远做完全的大祭司。